台语每千万字，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咱讲比赛阵容真激烈，选手实力差不多，情形真复杂。有人就会讲情形是真高甜，嘛有人讲是圆甜。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就是英，英第一条。古早甘为林台语字典解释讲，这个英就是无爱的寒，或者是无爱的秋，咱讲是无英。毛字典写着英会当读做英甲英，意思拢是古早无爱内底有红色的手，叫做西英。另外，英还有一个意思，讲是马的鬃毛。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头一个读做无英，这讲的是古早歌舞顶面的装塔品。第二个词读做是圆甜，圆甜嘛有人读做赢甜，这个意思就是高甜、美高翔，嘛会当讲是得甜。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合做伙。比如讲，外国一个单位想要向台湾一间民间博物馆借因收藏的古早官服去展览，因为烦恼无用开去破坏，就无答应。无意外，对方过伫写文书来圆甜。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英，另外一个音读做英甲英，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